家好，我是九妹小美，今天我要挑战一下喜鹊苗的造型。光看图片就非常考验发量，于是快秃秃的我默默地找来了毛线和假发。接下来挑战开始，要先梳一个特别靠近顶部的丸子头，然后再接入假发，延长长度。刘海是不能留了，特别靠头了吧？感觉自己是将军。然后我现在再套上它的第一股小假发，大个火箭，别一会儿扯剪开了。好了，第一股假发搞定。第一次做不知道对不对啊？我感觉这个第二步要先把这个梳子往后靠，然后做一个固定的，给它起个柱子的一个支力点，终于给我熬到了一个非常相对好看一点的弧形，不过手已经酸了。下面开始我伟大的盘发计划。以前古人是不剪头发的，汉族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所以你看孔子的画像都是留指甲留长发，而对苗族而言，光滑油亮的长发更多是美丽、健康和生命力的象征。有的苗族支系还会把几代人的祖先头发攒下来盘在头上，表示对祖先的敬仰和怀念。经过我千辛万苦的努力，这是我盘的第一个效果。怎么感觉哪不对劲？好像是个太高了，然后后面没有那种很漂亮的那个喜鹊的那种很优美的线条，我好像把它弄反了。重来。这次我用自己的真发，没有用假发，然后这个弧形更漂亮一点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经过我2次失败后，千辛万苦的努力，终于弄出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点的这个圆造型，它的表面看起来更加光亮一点。现在我们开始上真发，所以我吸取了前面2次失败的教训啊，后面是半包型的，体积更大一点，所以我要把这个发头有一点点立体形状的发头藏在后面，这样包过来。再拿一下 C 发神器，把我边上的小 C 发整理一下。经过我2次失败后，终于初级模型了。背后看有一点点喜鹊苗的那个椭圆的造型了吧？下面我们要去穿衣服。当当，成果出来了。整个过程耗时将近2个半小时，中间我一度想过放弃，因为真的手残。不过我手法有什么不对，或者衣服穿的方法有点不到位的啊，大家多多包涵。